练过凯格尔男士运动的人是一定知道钻石开合与钻石推举对于我们的帮助有多大。它能从外向内全域的锻炼 P4肌。兄弟们跟练，我再教一遍。钻石开合和钻石推举是从外侧向内侧锻炼 P4肌的经典两个动作。我们先讲第一个钻石开合。首先我们双腿伸直，吸气打开，感受大腿内收肌的拉伸感，吐气收紧，收紧 P4肌，收紧臀腿。第二个动作，我们钻石推举，脚跟并在一起，吸气时候向后，吐气向前，腿不要伸直微曲，收紧 P4肌，吸气向后，吐气向前进行收紧。这两个动作，我们每一个男士的柔韧性不同。那我们如果你柔韧性不好，可以把我们的脚斜上45度，吸气的时候打开，吐气收紧，吸气开腿，吐气收腿。钻石开合我们每天需要做30次，2组；钻石推举我们每天需要做20次，3组，连续完成。